这批氧气机甲钢瓶，就是要提供较近的重症患者出院回到厝内，持续需要使用治疗甲救命的工具，嘛是家庭企业为了协助电市做好防疫，特别民众购买实在是组织困难，所以特别关键的物资。市长吴伟桥特别致敬感谢中，肯定区当市长的善行。中重症或者是很多民众。 它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疾病，它需要长期依赖氧气的供给，所以氧气制造机跟氧气钢瓶对于他们来讲是真正救命。血氧器只是告诉他们自己血氧浓度多少，快筛试剂只是告诉他们自己体内有没有这个病毒，但是真的要来这个增加让他们增加提升血氧浓度的就是氧气，真正让他们对抗病毒的就是。 这个治疗的这个特效药，那我觉得我们只要经历把这一段这个高峰走过，我相信接下来我们就有机会赢得那个可以解封，可以出国门哈。小球表示，未来这批爱心器材将纳入电市辅助器具的资源中心，加各区的服务据点。 民众若有需求，会当预约，经过专业的评估以后，就近来组织。台南新闻，军旗采访报道。